電影《尋秦記》首映夜儀式馬上就要開始啦！係啦，喺度要多謝星展豐盛理財呈獻《尋秦記》星光盛會首映夜。亦都要非常之多謝頭先我哋喺 backdrop 前面見到嘅羽樹 G1 機械人啊，同咁多位演藝界嘅朋友咧就係打招呼嘅。好開心啦！首先真係呢部戲由拍攝到而家正式上畫，都自己都一直好期待啦。咁啊，終於今日可以同大家見面啦！喺呢度我好想多謝阿黃易先生，因為有佢先會有《尋秦記》。首先好感動先啦，係因為可以《尋秦記》喺20年之後仲可以得到大家嘅支持啦。咁啊，好難嘅呢件事。心情梗係興奮啦！終於都可以上畫啦，希望大家中意啦。電視劇到今日都已經20幾年，都仍然仲係咁多人討論、多人睇，咁係一件好勁嘅事。預祝電影《尋秦記》票房大賣，天命最高，票房更高。最高。